今日嘅主題如何得歡喜。請咱做一來讀馬太福音11章28到29節，我請咱大家開聲來讀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歡喜。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歡喜。到這個節奏愈來愈明，越來愈來愈經叮當的時代，真正的歡喜成了真多人內心所渴望，卻真正艱苦觸及的顛簸。主耶穌溫柔地邀請人，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停下迷失的腳步，從忙碌和焦慮中來轉向伊，歸回靈魂歇息之所。歡喜是一種來到的生命狀況，不是一個環境的改變，而是讓耶穌基督做咱生命的主。伊邀請人放下世界的價值觀，全力驅使咱追求浮華，卻令身心疲憊的錯誤信念。愛的歡喜需要咱悔改，轉向心意更新的變化，定睛甲主耶穌的親密連結。主耶穌愛咱效法伊個溫和謙卑，做你心靈溫柔、願意受教的人能夠得歡喜呢？因為伊能真認識家己，願意降服一生，在神的恩典中找到生命的立足點。無論環境多麼的動盪，用拋錨穩妥，安穩到伊的懷中。得歡喜的秘訣是放下家己，委身於主。當咱效法基督，歡喜便臨到每一個生活。今日你願意回應主耶穌的邀請嗎？請咱來讀馬太福音11章28到29節，做這個開聲來讀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歡喜。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歡喜。請咱大家再來默想這段的經文之後就祈禱。